啊，好紧张，我躲在这个，不知道怎么跑出去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。大家好。大家阿美族的晚安，晚安，拉拉呀。拉拉呀。好，我是苏明，然后很开心有机会来到北科大，应该我是第一次来北科大，做这样的分享，可能有些同学不太认识我，所以今天讲的主题这个一样阿密斯啊，我本身是阿美族的，然后跨越语言隔阂的音乐梦想弹唱会，其实讲的内容只有2个，就是讲音乐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讲文化。我自己本身，不好意思，喉咙不是很舒服，很冷哦，下雨。今天就讲这2件事情，然后怎么把我的文化，然后带到我的工作，就是我的音乐，也是我的兴趣哦，然后完成我自己的一个梦想。可能有些同学不太认识我这样，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的影像，请看 PCR。那个是我爸爸妈妈。还要祝愿大赏2006年的得奖团体。游戏人生的开始，那是谁？你。江胜民，跳格子。哦，阿公啊，你家己是咧外面吊人的车呢，即马家己的车叫人吊你啦？就去麦当劳上一下厕所，车子就被掉了啦。第45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江胜民，跳格子，恭喜！我的名字很多。署命东斗，欢迎来到那个阿美族原住民部落首都。对，人总是有过去，我不要讲。传统教育训练的活动，慢慢的培育他们的向心力，也在充实他们在传统文化技能上面的知识，希望他们在过程中得到一些自信与认同。